各位兄弟平安！现主是咱来串联今仔日要唱的诗歌。第一位是圣诗281首，上帝即时临在。281首，先唱281首第一节哦。咱来唱咱回应诗第2首吼，圣诗520首。这首爱请大家注意的是，因为第2节甲第3节的歌词咱有改第3节唱了后，咱会为迄个上后尾的迄2句搁唱一摆，就是唱3摆半，但是第4摆迄毋是为头前是唱，是为后壁唱，所以咱等一练一摆，咱就知好。咱即个歌词第1节共款，2、3、4节无共，咱爱注意看哦。好，咱为头唱一摆哦。至圣的天父，求你阿落听。至圣的天父，来。至圣的天父，求你阿落听，我的所献心，甲心愿撒听。赞，天空点点的星光，星星对我讲，我的家免惊。
啊，拍摄，毋是，我唱毋对，这是安那？滴答答啦哩，好，安尼咱为头前迄摆的最后遐很美好卡底啊遐好无？头一点啊，这是啥？为第三节好，歹势吼，安为第三节啊，今日时间较会来。练习到遮，咱有带唱机仔吼，请甲关机，也是关做震动。
耶和华，求你施恩予阮，阮听候你，求你逐早起做阮的手，拄着患难的时做阮的拯救。这是咱三角的吟圣诗281首。上帝即是吟在，咱徛起来吟全首。咱犹原徛咧，用新的诫命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恁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就是恁着安尼正人要对安尼，恁是我的学生，请这是咱用启应方式来交托上帝的话，记载伫启应文第56篇，也就约翰第1章。创世以前就有道，道甲上帝同在。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一切受造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
即个光伫黑暗中在照。伊伫世间，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迄个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对因，毋是对血统，毋是对肉，毋是对肉欲。都真侪人踮伫咱中间。阮有看见伊的荣耀，伊对伊满满的恩典。律法通过摩西颁布，无人捌看见上帝。这是咱三甲的祈祷。主啊，阮伫这个圣的主日，阮来亲近你，互阮的心更新变换。阮知伫主内底面身，你的恩典亲像水墙一直涌出。伫你听内底面身，阮心中一切的软弱，拢通被刷开。用你的大能开启着阮的心目，明白你的疼。你的灵伫阮内底面身，更新阮的心智，阮显明你的旨意，伫每一支的生命中间，因为你疼的大能来抱阮，互阮伫你的疼中间，通威慑阮，吸引阮，甲靠近伫阮的身躯边，得甲听透阮，那亲像用体式上升一样。你的圣神嘛引带阮，互阮行往你的疼，甲你属灵的国度。祈祷，奉主所基督的名，阿门。这时圣歌伫要传咱俄勒，因所吟的是耶路撒冷啊，着俄勒主。Oh
咱即时来三甲来看今仔日的经文，记载伫圣经中罗马人书第13章，踮对第8节看到15节。互相相听的坐以外，绝对毋通欠人什么，因为听别人的已经有完成律法的要求。律法的要求是毋通奸淫，毋通害死人，毋通偷窃，毋通贪心。这个甲其他要求，拢包含在内。着听厝边亲像家己，即句话，听厝边的人袂伤害别人，所以听成全律法。安尼，恁即个时阵是恁应该困醒的时，因为现在比咱拄神的时，搁较接近拯救。暝是已经深，吉时得要到，所以咱就脱掉黑暗的行为，穿光明的装备。咱的行为就端正，亲像日时的生活，毋通放纵、酒醉，毋通好色、放荡，毋通三更怨妒。就从主耶稣基督装备家己，毋通只有多无肉体的事来满足私欲。请咱同心来祈祷。主管的上帝，当阮三自集踮伫你的圣殿中间，阮同齐敬拜甲学祷。愿你用你的听，慰累阮大家，保护阮，照顾阮。
互阮对你的话重新得到困醒，重新行光明，踮伫每一日，阮较高来跟对你，也较高来成做正大家的祝福。同齐伫遮献上阮的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也世代平安。咱应该拢会当感受到天气咧变化，有当时啊超过咱逐个人的想象。伫即礼拜进前，咱有真长的时间拢无落雨，对无？有真长的时间拢无落雨，差不多搁一两个月进前，咱还搁咧烦恼讲水库拢无水，咱的水库落甲那亲像个位数，结果伫即两个月搁来即礼拜中间，忽然间水遮尔济，到规个水库拢接近拢要满出来。人生有当时啊，也是安尼，敢毋是？真歹去按算讲，到底生命中间会拄着什么款的改变，会拄着什么款的挑战。当咱逐工拢出日的时阵，咱袂感受到，即个什么时阵才要落雨。但是当咱即礼拜逐工拢咧落雨的时阵，咱就咧期待什么？到底什么时阵才会停啊？咱一直咧期待，到底什么时阵才会停？咱会当看气象，咱会当观察遮个天色，但是咱无法度真正了解到底伫时雨才完全会阁停落来。有当时啊，人踮伫患难的中间，踮伫黑暗的中间，也有类似的经验。踮伫黑暗中间，踮伫困难的中间，踮伫病痛的中间，咱嘛定定会去问：到底什么时阵才会过？到底什么时阵这一切的黑暗，这一切的艰难才会过去？我才会重新看到日出的时。无一直踮伫黑暗，一直踮伫黑暗暝，踮伫坐坐落雨天的时阵，咱的心情愈来愈歹。所以咱一直咧听候讲，上帝啊，你什么时要将真实的光来光照阮，互阮会当重新得到新的气力，互阮领受新的愿望。这也是每一个礼拜，当咱三主日做一回的时阵，咱同齐咧敲吹，就是互上帝的话来光照咱，帮助咱，互咱更较清楚知影。人生无论踮伫什么款的节期中间，踮伫什么款的气候中间，上帝有缘咧掌权。伫这册内面，其实我最爱读的是一寡人的自传。为什么爱看人的自传呢？因为这个自传是一个人会重新去看伊过去的生命中间捌发生过的代志，看伊过去经验的一切了后，伊安怎去解释。伊安怎去理解，嘛安怎去表达讲，捌踮伫过去的人生中间有感谢的代志，嘛有可能有需要人道歉的事。伫教会历史中间有一个人，伊自少年开始，伊就离开上帝。自少年开始，伊就离开上帝，离开了远远。虽然厝内面拢一直踮伫这个信仰中间，总是伊学习文真济。学习足侪物件，所以自少年的时阵，伊就无愿意踮伫这份信仰中间。伊的老母逐日为着伊咧祈祷。当伊的老母想到伊这个囝儿做着侪歹的事，搁惊奸淫，搁惊侪歹的事的时阵，伊一直流目屎，为着这个囝儿咧祈祷。踮伫这个祈祷的过程中间，逐个人嘛咧问，伊的老母嘛咧问。这个黑暗到底什么时阵才会结束啊？我这个囡仔伊的黑暗什么时阵才会过？其实对这个囡仔来讲，咱想看觅，伊敢知影伊踮伫黑暗中间？其实当伊咧行遮的歪错的事，当伊咧犯罪的时阵，遮个人也清楚讲，我其实是一直咧离开上帝，也一直行伫黑暗的中间，总是。每一个行伫黑暗中间的人，拢有一款的经验，就是靠家己的气力无法度行出来。要靠家己的气力，真正要行往光明，是一件真困难的代志啊！逐工我就是面对遮尔济挑战，逐工我就是互我家己心内底侪想法、侪价值捆绑掉的。所以这个黑暗哪亲像无法度结束共款。但是无论安怎，伊的老母一直咧替伊祈祷。伊的朋友也一直正做伊的鼓励，
期待有一日伊会当重新个回转过来。这个人伊游玩心内底有济冲突，伊也知应该爱来行向上帝，应该爱选择行向好的这一面，莫阁继续踮伫罪恶中啊！但是愈安尼咧想的时阵，就愈安怎？愈行袂出来呢？愈安尼咧想的时阵，伊就愈无法度行出来啊！逐工拢过了真辛苦，伊知应该我靠上帝，但是阁继续伫罪恶的中间。黑暗甲光明，哪亲像一直点伫伊的生命中间，伫遮咧相战，战过来，阁战过去。伊期待讲，赶紧光明应该赢过暗吧。但是这个黑暗却永远无结束。直到有一日，伊踮伫花园内面咧散步，踮伫花园内面咧散步，迄一日伊的心情真正真无好，伊也一直咧祈祷。为着家己的罪恶，伊踮伫遐咧祈祷，也流目屎。伊一直咧想，为虾米我无法度行向光明？为虾米我无法度赢过遮的黑暗？直到忽然间，有囡仔踮伫边仔咧佚佗，有囡仔踮伫边仔咧佚佗，伊踮伫花园内面咧散步。囡仔踮伫边仔咧佚佗的过程中间，囡仔忽然间咧话讲：“摕起来读吧，摕起来读啦，摕起来读啦。”摕起来读啥物？伊听到遮个声音的时阵，伊也毋知遮囡仔为虾米安尼咧话，敢若对伊讲摕起来，摕起来读。啊，伊才想起讲，我拄拄啊摕一本圣经，就踮伫迄个树仔骹，就踮伫迄个树仔骹，伊感受到即个囡仔咧喊话的声音，哪亲像是上帝的声。所以伊随转到伫即个。原本伊咧休困迄个树仔骹，提起上帝的话，就掀开罗马书第13章。掀到伫罗马书第13章到第13节，伊才讲啊，咱的行为着爱端正，亲像伫日时的生活，毋通放纵酒醉，毋通好色放荡，毋通三更怨妒。通到伫遮的时阵，伊忽然间，哪亲像互雷拍着共款，忽然间哪亲像对迷茫的中间重新搁困醒过来。伊家己写伫伊的自传内面，伊家己搁去写落讲：我无搁继续读啊，也无搁需要啊，因为敢若照着即句话，哪亲像圣神的光共款，已经照射入去我的心内底，赶走一切的黑暗。对迄日开始，伊对迷茫中间困醒啊！对迄一日开始，伊对黑暗中行向光明。这个改变的过程，到底是怎样来形成的呢？这个改变的过程，其实嘛，毋是干那讲，就踮伫迄一日，这个囡仔的这个声音，伫伊人生的过程，伊重新咧回想老母对伊的疼，老母对伊的祈祷。老母不断地考劝伊，朋友定定真做伊的鼓励。朋友无论伊踮伫什么款犯错的过程中间，有缘甲伊做伙，以及踮伫教会中间，伊有缘有踮伫教会咧出入，听见有牧者咧宣讲上帝的话。这每一个累积的过程，哪亲像黑暗中的星光共款。踮伫黑暗中有迄个光。就踮伫咱的天顶，行伫黑暗面的时阵，咱永远敢若看眼前的黑暗，袂记哩天顶也有星。当伊看见遮个天顶的星，是老母的祈祷，是老母的疼，是朋友的关怀，是朋友的鼓励，有牧者的宣讲，不断教导上帝的话，哪亲像天顶的星，一直咧照射入去伊的心内面。所以，当伊听到这个囡仔咧遐佚佗讲的讲，你摕起来读的时阵，伊知影讲爱顺服，伊知影讲爱顺服，然后对伊生命改变了后，成做教会历史中间一个真重要的人。这个人的名叫做奥古斯丁，所以伊写的这本册叫做《忏悔录》。伊咧
对伊一生的生命中间表达悔改。伊咧形容伫伊一生的日子中间，哪亲像行伫黑暗的中间，哪亲像永远踮伫咧迷茫中间的人，无法度搁困醒过来。但是，都是因为天顶的每一粒星，互伊会当行往光明，互伊当看见新的可能性。毋若是奥古斯丁，咱咧读保罗的书信，咱咧看保罗的故事，也是共款的。咱咧读保罗的故事，咱也真清楚知影，伊一直无论伊安怎写这的书信，伊一直会结连踮伫伊过去的生命。所以，咱今仔日读13章，其实罗马书对12章开始改变一个真重要的段落。对12章一开始，咱迄个根据真熟悉，就是咱爱安怎？咱的爱心意更新啊！咱的心智爱换新来军队咱的主，毋通得着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以，踮伫罗马书12章，保罗写讲。我劝恁爱将恁家己当作外的祭来献给上帝，爱专心侍奉伊，爱讨伊的欢喜，这是恁应该爱献上真实的敬拜。毋通互这个世界所改变，爱互上帝来改造恁，互恁的心智逐日拢通换新，照着安尼知影什么是上帝善良顺旋的旨意。这是伊踮伫12章所写的。所以，咱读后壁13章这个经文内面，咱必须爱对伊这个真清楚的鼓励开始读落去。就是今仔日咱读这段圣经，真是建立点伫咱每一个人爱将咱家己当作活祭献给上帝，咱才有法度学习去看见对别人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政府的责任、对教会的责任。顶礼拜有甲大家分享讲，上帝的呼召的意义是甚物？上帝的呼召就是咱必须爱为着别人来活，咱爱为着别人来活，照着为别人来活，互咱的生命通得到完全啊！咱是照着对别人的付出，对别人的疼，为着身躯边的人来活，互咱的生命慢慢行往完全。所以，踮伫13章内面，伊所讲的，咱爱互相相疼。伊所讲的互相相疼，是建立踮伫什么款的基础？后壁写什么？毋通安怎？毋通奸淫，毋通害死人，毋通偷窃，毋通贪心。这是什么？10条戒。这是10条戒。所以，伊讲。咱对上帝的疼，咱对别人生命中间的疼，必须爱建立点伫成全律法，也都是遵守诫命这个基础内面。所以为着别人来活，就是疼别人亲像家己。一个疼别人的人，伊都袂做出伤害别人的事。有当时颠倒病，咱有当时踮伫嘴内面讲疼。但是实际的行动却毋是疼，因为咱将疼当作是情感，咱将疼当作是情绪，是一个感觉。袂记你讲，伫圣经内面所讲的疼是甚物？建立点伫诫命，疼是建立点伫诫命的中间，所以点伫诫命的中间是咱甲上帝的关系，以及咱甲人的关系。如何建立好的关系，才是真实的疼。有时咱基督徒咧讲疼的时阵，伤过用感觉，伤过用情感来表达这个疼。袂记你讲，伫圣经中间不断咧对咱讲的疼，是建立点伫诫命的中间，就是咱必须爱遵守上帝的诫命。这是保罗通过罗马书一直咧鼓励每一位兄弟姊妹。但是，伊会安尼讲是建立点伫伊家己悔改的经验嘛？咱会当想起一开始，保罗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人？伊有疼上帝无？这是好问题。保罗当然疼上帝啊！伊疼上帝到安怎？伊疼上帝到去撇开军队基督的人，敢毋是？啊，为什么伊会疼上帝是撇开？因为伊相信讲，
伊相信迄当时教会内面的教导讲，军队耶稣的人就是有问题的人，所以伊听上帝，但是伊失去了什么？伊失去了听别人亲像家己的这个部分，所以伊应该有听上帝，但是伫伊听上帝的过程中间，却敢若满足伊家己的需要，满足一个宗教组织的需要，所以就算讲伊会当爬到官位，伊会当得到济人的名声，总是济军队基督的人听到保罗的声音，就安怎？赶紧走啊！赶紧走！敢若听到伊的声就惊，直到迄一日，伊才发现伊行入黑暗的中间。当伊拄着耶稣，当伊拄看见迄个光失去伊的视力，无法度阁看见的时阵，伊知影讲伊踮伫黑暗的中间。事实上，自过去到迄点，伊一直活伫黑暗的中间。伊一直活伫黑暗的中间。这个黑暗是因为伊的心受到惊吓所捆绑，是伊的心无法度得到自由，所以。当伊真正体会讲，我确实踮伫黑暗的时阵，伊才重新去看，到底疼是甚物？到底疼对我的意义是甚物？所以伫伊重新阁看见的迄一日，保罗你就甲醒啊！保罗重新阁醒过来啊！保罗开始知影讲，伊的人生是为基督来活，为着身躯边的每一个人来活。毋是互人看见家己，所以也踮伫即个过程中间，伊慢慢去体会上帝爱伊，诚做天顶的星。上帝爱伊，也诚做天顶的星，鼓励每一个踮伫黑暗中间的人。踮伫遮13章遮写的，是黑暗，也是日时，咱应该爱对困的时阵，重新阁困醒啊！因为现在已经愈来愈接近拯救的时刻，咱爱装备咱家己，咱爱装备咱家己，为了基督来征战好的征战。这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对真实的悔改，转换到伫真实的军队，对黑暗惊日时，对天顶坐星鼓励祝福。互因会当重新阁徛起来。咱对奥古斯丁的忏悔，对保罗的悔改，也帮助咱咧学习一件事。咱敢有看见家己的生命吗？咱敢有看见家己的生命？咱有可能现主时也踮伫黑暗的中间。这个黑暗是看会到，也是看袂到。看会到的是，有可能咱踮伫长期身体的病痛中间；看会到的是，咱现主时拄着济感情的困难、感情的冲突，但是看袂到的是啥物？看袂到的是咱生命中间咱心里的惊吓，看袂到的是咱心里的烦恼，因为病痛致到我愈来愈感觉惊吓，我愈来愈感觉我毋知影阁要安怎办啊！咱有拄着济看会到以及看袂到的挑战，互咱愈来愈体会，其实咱也踮伫黑暗的时。但是行伫这个黑暗的时，互咱会当得到鼓励的原因是啥物？有可能咱想起古早时，啥物对咱重要、疼咱的人，因一直捌教导咱，为咱祈祷，伫咱身躯边的兄弟姊妹，都坐伫咱的身躯边。诚做咱的鼓励，这每一点一滴，拢是天顶的星。伫迄个黑暗的时阵，若是敢若看眼前脚前的黑暗，咱都行袂出来。但是当咱夜头，咱会看见天顶的星悠远咧闪烁。当咱看见天顶的星咧闪烁的时阵，愈来愈行，会发现讲困醒的心会改变啊！你的心已经重新阁醒过来啊！当咱的心重新阁醒过来了后，咱就开始迈向改变的时。人生会拄着困难，人生会拄着济的痛苦。拄着困难、拄着痛苦的时阵，有当时啊，
咱毋通勉强家己讲一定爱乐观，毋通勉强家己讲一定爱往正面的方向来想。当咱拄着真艰苦的时阵，莫强迫咱家己讲，你拢袂使流目屎。这是正常的情绪。咱会感觉痛苦，咱会感觉失望，咱会流目屎。如果咱相信，这每一个受伤，拢是上帝所赐予咱的十字架，安尼对咱来讲重要的是啥物？派这个十字架向前行。派这个十字架来向前行，这每一个受伤、每一个痛苦，拢会成做咱生命的一部分。互咱家己搁较侪的时间，互咱家己搁较侪的空间，一定会有美好的代志发生。到有一日，咱会发现，原来踮伫天顶的遐个星，一直咧听候咱。然后，当咱醒过来的时阵，咱也要成做遐个天顶的星，为着这个世界带来疼甲愿望。遮足侪青年人，嘛听见因的故事。一个自细汉伫教会大汉的囡仔，到伫青少年的时阵，伊回想过去，伊捌参与侪教会服侍，经验侪信仰所带来的美好。但是，这个青年人也咧分享讲，踮伫后来，伊也拄着伫教会中间的冲突，侪人对伊的攻击，所以伊也经验着踮伫教会中间上界痛苦的迄一面。最后，伊选择伊离开教会。伊选择离开教会，然后侪人分享讲，伊无信仰，伊的生命中间已经无信仰啊。但是伊犹原讲，我会当接触教会。教会需要斗相共的时阵，我嘛愿意去做。但是伊一直咧强调讲，家己甲基督教的信仰已经无啥物关系啊，真趣味。伊讲，我会当来教会，恁需要斗相共，我嘛伫遮，我愿意斗相共，但是我无信仰哦，但是我无信哦，我已经选择要离开教会啊。厝内面的人真烦恼，厝内面的人烦恼讲，到底伊要安怎办？甲伊做伙大汉的朋友也咧烦恼，讲啊，伊安尼敢真正会当领受上帝祝福吗？就走来问牧师讲啊，这到底应该要安怎办？我的回答是：宣称讲家己无信仰的人吼，未必然无信仰啦。家己咧讲家己无信仰的人，无一定真正无信仰。伊只不过是因为过去所带来的艰苦，过去所带来的挫折，迫使伊惊讲，伊敢若相信伊家己，伊敢若相信家己，认为讲我只要靠家己就好啊，我只要靠家己就会当得到这个世界一切的价值，我只要靠家己，我就会当得到侪物件。但是事实上，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咱无法度靠家己的气力赢着全世界，咱无法度靠着家己的气力，针对黑暗中行光明。所以，咱会当做到底是啥物？咱会当做的是，也互伊搁较侪的时间甲空间，也踮伫遮，一直陪伴伊，一直替伊祈祷。当伊还阁愿意来到伫教会中间咧斗相共的时阵，陪伴伊，甲伊做伙讲话，鼓励伊，互伊会当阁继续向前行。有一个天主教的神学家讲啊，伊讲你是伸你的拳头去拍上帝，还是摊开你的手来拥抱上帝？伊讲这两件代志是同一件哦。读到伫遮，我逐摆拢感觉看无。伊讲，你无论这个人，伊是伸手咧拍上帝，还是摊开伊的手咧甲上帝揽咧，其实这是同一件代志。伊继续讲，为什么这是同一件代志？因为这拢是伊甲上帝的关系，敢毋是？这拢是伊咧学习建立甲上帝的关系。
是啊，现主时的咱也是共款，咱敢真正确定讲，咱永远拢甲上帝咱调调嘛？当咱拄着病痛咧艰苦，当咱拄着济苦难的时阵，有当时咱嘛就想要埋怨上帝，一直对上帝讲：上帝，你为什么互我拄着遮个事？所以讲的是对的。无论一个人是伸手拍上帝，也是摊开伊的手咧甲上帝揽咧，其实这拢是同一件代志，是每一个人甲上帝的关系。然后，咱所信的这位上帝是一个什么款的上帝？就是无论你是伸手甲伊拍，也是你选择要摊开手甲伊揽咧，上帝拢有缘行咱，愿意摊开伊的手。来包围咱，真做咱的帮助。这就是上帝的基，也就是踮伫罗马书内面所写的。无任何的人是完全，咱拢亏欠上帝的恩光，但是踮伫耶稣基督顶十字架的拯救下面，咱照着信，通真做完全的基。所以，无论咱到底现主是踮伫什么款的情境中间，无论现主是咱踮伫黑暗，也是踮伫日时，无论咱是还咧困，也是已经困醒，这拢是上帝甲咱咧互动对话的过程，伊一直咧听候咱，伊的光一直光照咱，互咱成做天顶的星。虽然咱的光有时看起来真微弱，但是这个光永远伫地。奥古斯丁是安尼，保罗也是安尼，这历代的圣徒也是安尼，对你甲我来讲也是安尼。咱拢一直行伫超出上帝的过程，有时踮伫日时，咱真欢喜享受济稳定。也有时踮伫黑暗的中间，一直咧问上帝：上帝，我到底应该爱等到第时啊？上帝永远伫地，黑暗就要过，日时就要来临。耶稣基督永远得胜，咱为真做得胜的人，踮伫每一个黑暗的时，也真做迄粒星，照光咱家己，照光咱身躯边的人。互别人得到祝福，也互咱家己的生命得到完全。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是黑暗，是日时。仰望天顶，点点星光，静静对我讲：毋免惊，我伫遮。眼前的黑，互我困去，袂记你光。伫望袂到边际的世界，在铺在顶，加一点仔时间，加一点仔空间，加一点仔等待，黑暗会过去，日时会来到，疼会亲像星降落，我会甲醒，是黑暗，是日时。你甲我也要成做天顶的星，互人听甲望，写落美好的脚迹。咱会成做天顶的星，照光别人，也照着照光别人的过程，互咱的生命愈来愈完全。每一个生命的坎坷，拢是上帝工作的过程。每一个生命所拄着的挑战。拢互咱排起十字架，愈来愈接近耶稣基督。愿咱继续行伫这条路，对黑暗中困醒过来，装备基督来行头前的路站，征战好的征战。请咱同齐用一首圣诗来回应至圣的天父，求你阿罗听。
生的天边，求你后路听，愿你所相信，假使愿三听，本就强逼必行那个天，得知高科技，听人亲像你，梦无在天空，点点的星光。声对我讲，我的这勉强，暗乎我困去，无光梦无灯，你变这世界。不定拢无定，鸡蛋无时间，空间的等待，暗暝为过去，日是了未来，听。对时光路，予我的觉醒，一暝你甲我，要做天公星，着情自己道。行归着断肠，好人听望，偏比好卡正。阿们。当心来祈祷。主基督，愿感谢你，因为你是天顶迄粒上光的星，一直咧照光阮，带阮头前的路站。无论现此时，阮踮伫什么款的黑暗中间，无论踮伫什么款的苦难中间，你犹原咧等待，你犹原阮接近，鼓励阮，成做阮的帮衬。互阮也清楚知，现此时就是对黑暗中困醒的时；现此时就是阮会当来跟对你的时；现此时就是阮也会当照着安尼成做天顶的星的时，照光别人，听别人亲像家己。照着安尼，阮的人生，阮的生命，哪迈向完全，哪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愿主祝福阮大家，祈祷靠耶稣的名，阿们。请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
请坐。咱来看几项教会的事工，咱大家来同齐分享。即礼拜拜三的圣经学堂，咱做伙读使徒行传17章第1节到15节，请咱会当踮伫线顶做伙来看。等下第2堂礼拜后，踮伫松大教室来召开中职会，所以嘛，请咱的同工会当准时来参加。因为下晡2点到第2个活动，就是2点到5点是台南中会教育部的师资培训训练吼，是我主讲如何编写故事甲传讲，所以有兴趣的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参与。所以嘛，请咱中职咱等下第2堂礼拜煞，咱会当赶紧到伫松大教室遐，咱随食饭了就会当赶紧来开会吼。好，过来后礼拜的主日下晡，这是卫武营来邀请咱教会共同来举办这个讲座。后礼拜9月17下晡3点到4点是迄个管风琴推广课程，所以是卫武营邀请咱会当做伙来举办，所以有兴趣的兄弟姊妹嘛会当踮伫后礼拜的主日下晡来参加。9月27咱教育部有推荐讲，咱每一季会有一摆圣经学堂的实体聚会，所以邀请咱踮伫9月27迄一日，除了踮伫网络顶面以外，咱会当踮伫实体踮伫大礼拜堂来做伙参与。好，过来咱会今年度的亚华礼拜会踮伫10月15，10月15日迄日来举办亚华礼拜吼，所以咱对今仔日开始报名，欢迎咱大家报名单，踮伫迄个教育大楼这边，欢迎咱会当做伙来报名。咱即摆咱的亚华礼拜，咱要做伙到伫台湾历史博物馆。台湾历史博物馆踮伫安南区，主要就是咱教会甲中的修复史料会踮伫历史博物馆，会有一个小小的展览嘛。所以迄一日吼，咱的亚华礼拜也同时是开幕的感恩礼拜，所以因馆长嘛真重视，所以馆长也会出席。中的校长嘛会做伙出席吼，所以邀请咱大家会当做伙来参与踮伫10月15的亚华礼拜。有要报名，咱就等下礼拜煞以后会当到伫咱办公室这边来进行报名吼。团契会当对咱的团契这边来进行报名。搁煞来讲一件代志，就是咱有登记迄个120周年纪念衫嘛已经到吼，所以。请若是踮伫团契中间登记的，就踮伫团契的聚会时间来摕；若是踮伫教会这边登记的，就等下礼拜煞以后会当踮伫迄个办公室这边来摕这个120周年的纪念衫。因为咱有这个衫嘛，所以亚华礼拜迄天吼，若是你有这个衫，你就穿这个衫做伙去吼。亚华礼拜迄天因为无衫嘛会当去啦，就是。博物馆讲，因为这是开幕礼拜，所以博物馆讲吼，只要伊会当看出咱是东门教会的人，就免门票。只要看出东门教会的人，就免门票。有衫的人，咱就做伙穿迄个衫入去；无衫的，阮会制作迄个名牌互咱，安尼较好辨识，好不好？所以迄一日咱会做伙穿迄个120周年纪念衫，做伙去迄个历史博物馆。主日迄一日踮伫博物馆内面嘛有另外的活动，所以邀请咱主日的家长会当带小朋友做伙来参与吼，所以最佳的报告。好，过来圣歌队伫即礼拜六要举行年会，所以嘛请咱的队友以及监选的长老来注意遮的时间。好，我就做以上遮的报告。咱等下礼拜三以后会当继续交易甲分享。这是咱来看本周的金句，就是罗马人书13章12节，咱做伙来读2解。面是已经深，一时得要到，所以咱就脱掉黑暗的行为，穿光明的装备。罗马人书13章12节，这一解，面是已经深。咱就脱掉黑暗的行为，穿光明的装备。罗马人书13章。好，咱这是咱徛起来吟祝车恳的诗，愿上主大仁爱。愿
上主大真解，经典的是现代，主的条每时刻，甘的行动在，关注经更变旧的经主必还他改的，主信心保守你对之事，高兴世界大，愿上主大真爱，经典的是现代，主的条每时刻，甘的行动在，关注经更变旧的行主必还他改的，主信心保守你对之事，高兴世界大，做伙领受上帝祝福。愿咱得着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常常点伫咱的生命中间，互咱对黑暗行光明，照光家己，也照光身躯边的人，对答直到因世代无煞。阿门。阿门。请坐。